误读孤儿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经典小说，讲述了一个孤儿奥利弗·崔斯特的故事。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济贫院，母亲死后，他被送到一个托儿所，在那里受尽了饥饿和虐待。9岁时，他被教区执事邦布尔先生带回济贫院，因为他敢于要求多一点稀粥而惹怒了他。邦布尔先生决定把奥利弗卖给一个殡仪馆的老板苏尔伯雷先生做学徒。奥利弗在那里也受到了老板娘和一个叫诺亚的学徒的欺负，一怒之下，他打了诺亚一顿，然后逃跑了。奥利弗徒步走了7天，到达了伦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机灵鬼的小扒手，他把奥利弗带到了一个叫做费金的老犹太人的住处。费金是一个教唆少年犯罪的头目，他想把奥利弗培养成一个扒手。奥利弗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是觉得他们对他很好。有一天，他跟着机灵鬼和另一个叫查理的小扒手出去工作，结果被误认为偷了一个叫布朗罗的绅士的手帕，被抓进了警察局。幸运的是，一个卖书的老头证明了奥利弗的清白，而布朗罗先生也被奥利弗的无辜和可怜所打动，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里，给他治病和照顾。奥利弗在布朗罗先生家里过得很幸福，但是费金和他的同伙们却不肯放过他，他们怕奥利弗会揭发他们的罪行。他们派了一个叫南茜的女孩和他的恋人，一个叫塞克斯的凶残的强盗，去诱拐奥利弗。南茜假装向奥利弗求救，把他骗到了费金的窝里。费金想要惩罚奥利弗，但是南茜却保护了他，因为他对奥利弗有一种母性的怜悯。费金想要让奥利弗成为一个罪犯，于是让他跟着塞克斯去偷一户富人的房子。奥利弗不得不答应，但是他心里很不愿意。在行窃的过程中，奥利弗被房主的管家发现并开枪打伤。塞克斯和他的同伙逃跑了，把奥利弗丢在了路上。奥利弗拖着受伤的身体爬到了那户人家的门口，昏了过去。那户人家的主人是一个叫梅丽的寡妇，她有一个养女叫罗斯。他们看到了奥利弗，把他带了进去，给他包扎伤口，照顾他的身体。他们对奥利弗很好，奥利弗也很感激他们。他们不知道，罗斯其实是奥利弗的姨妈。奥利弗的母亲是他的姐姐，因为私奔而被家人所遗弃。奥利弗的父亲是一个叫埃德温·利福德的富商，他在奥利弗出生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但是奥利弗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蒙克斯却想霸占这笔遗产，他和邦布尔夫妇合谋，毁掉了能证明奥利弗身份的证据，还雇佣了费金，想要让奥利弗变成一个罪犯，从而失去继承权。南茜后来发现了蒙克斯和费金的阴谋，他决定帮助奥利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告诉了罗斯小姐这一切。罗斯小姐又找到了布朗罗先生，和他一起想办法救出奥利弗。布朗罗先生其实是奥利弗父亲生前的好友，他知道了蒙克斯的真实身份，就把他抓住了，逼他说出了真相。原来蒙克斯是奥利弗父亲和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对父亲和后母都怀有仇恨，所以想要毁掉奥利弗。布朗罗先生让蒙克斯把遗产的一半给了奥利弗，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但是蒙克斯没有悔改，最后死在了监狱里。费金和他的同伙们也遭到了法律的制裁，费金被绞死，塞克斯在逃跑时被自己的绳子勒死，机灵鬼被抓住，只有查理改邪归正，成了一个诚实的人。南茜因为出卖了费金，被塞克斯残忍的杀害，他死前请求罗斯小姐原谅他，罗斯小姐也哀悼了他。邦波尔夫妇因为参与了蒙克斯的阴谋，被革去了所有的职务，一贫如洗，最后在济贫院里度过了余生。奥利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被布朗罗先生收为养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罗斯小姐和一个叫哈里的年轻人结了婚，他们也把奥利弗当作自己的弟弟一样疼爱。奥利弗的悲惨的童年终于结束了，他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